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八月2号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泰山有铁厝工厂昨暝熊熊大火，拢总烧着8间厂房，其中有1间是做茶的，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猛。加在消防人员有甲火势控制掉，无人受伤。第一个时间，我们派了2部的消防机器人，因为现场有爆炸声啊，那基于同仁的安全，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用消防机器人2部实施涉水，那做警戒的工作。那消防人员在外围做警戒，相对的提升同仁救灾的安全。新北泰山凤冈路86巷几60间相连的铁厝工厂大火，传出爆炸声音，火是烧甲真猛。消防人员拢总出动267个人拍火。桃园和台北的水库车拢来支援，初步估算有1000外边烧气，安那着火原因要搁爱调查。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济云好天，过道会落雷公好，各地头高温是32度到36度。安那拜三开始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会增加，天气会变较无稳定。另外，今年的第10号风台珊珊，目前是中度风台加向日本去。提醒乡亲最近若要去日本，就要特别注意。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中岛各地感觉真热，不过午后热对流真旺，同以南地区甲新北甲东半部山区是出现大大雨情形。也那下礼拜开始，天气形态慢慢转变，太平洋高压减弱了后，午后雷阵雨地区会更加扩大。下礼拜3到拜5转为西南风，加方面中南部规工可能落雨。夜晚到清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这个零星的海陆风符合效应所产生的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甚至雷雨发生。也那中度风台珊珊将以每小时22公里速度向北转北西来进行，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不过下礼拜开始慢慢影响到日本。日本气象厅将预测，风台伫我日本落地时，可能已经发展成做强烈风台。气象专家预测，从路径来看，风台直接影响到台湾甲京都地区，提醒旅客要特别注意。大概是27号、28号这2天，如果是要到京都、大阪那一带的朋友，可能要特别关注这个珊珊台风的预报。那当然，因为它在25号、26号的期间我们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它路径的一个变化。民间气象公司分析，下礼拜开始，南海季风有慢慢建立的情形，并且可能进一步发展成做季风低压。将来台湾附近的环境会较无稳定，而且水汽继续较多，要特别注意。午后热对流可能带来一时的强风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有一间卖两人酥真出名的店头，便若要中秋，这店面的外口都会摆甲热热肠，有几若百公尺的人拢是要来买两人酥。因为警察敢若会使掠违规停车，无法度叫人卖排队。公所是呼吁业者应该爱分号码牌仔，或者是改做网络注文，才袂因为排队来影响交通。检测车直接开到店门口来取缔违规停车买物件的民众。彰化县这间两人酥真有名的店，营业时间排队拢排真长，造成周围中正路一段甲永安街交通是真混乱，排队的民众也拢有怨言。可以尝试开网络卖场，或者是现场发个号码牌什么的都 OK。可是他们就是到现在都是纯粹用人工排队的方式，变成说黄牛代购都有一些可以在这里发展的空间，这样子。其实老实说也是蛮不妥的啊。因为你网络化你也是要抢啊，那你现场买也是要抢啊，所以我是觉得都没什么差。排队的人排到几若百公尺长，其中有一寡是代替人买，民众大部分拢家己有穿椅啊，直接坐伫路边，车经过也是真危险。警方一直指导民众检举，也拢有派警察来现场指挥交通，处理违规停车，请民众注意自身安全。会派遣线上巡逻警力前往进行交通疏导，劝导排队民众应注意自身安全及排队秩序。如有车辆交通违规，将依法举发。以前他也发过号码牌，那现在他又要用这种饥饿行销方式，我们期为不可啦。不要紧，我庙埕，我彰化市公所足侪庙埕，大间庙埕足宽，来阮庙的牌拢袂去影响到。业者负责对外回应，彰化市公所批评店头即边发这个号码牌，也是改做伫网络商店买取货就使避免这排队乱象。已经一摆沟通拢无结果，不过也坦白讲无度来介入。关于开放起来，将庙埕予业者来排打，互店头要有企业社会责任，改变卖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的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中营桂冠酒店去互中国网情指控讲唔挂中国国旗，代志引起风波。中营集团发声明会失礼，强调支持九日共识，反对台独。若咱陆委会到外交部是批评中国利用经济贸易威胁企业做政治表态。再来看中国时报。NCC 的前委员林地群甲王维忠伫咧落任进前发表公开批，因批评台湾的媒体正做政治宣传的工具。因两个人佮讲，即卖 NCC 运作腐败，一个人咧拿权，委员是无权利做决定。再来看自由时报，高中国小8月30要开学啊，毋过全台湾佮欠上千个代理老师，有学校是已经办20几招啊，煞招无人。若这退休的老师爱回来斗3工。连校长和主任嘛就爱代课。教育部长表示会紧甲师资保护到。再来关心政治，最近民众党介绍的代志是还未收煞。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向支持者会失礼，讲会请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来查销，伊嘛会开记者会来说明。若这介绍的问题还未收煞，这民众党的市随喜，伊指控黄珊珊帮助财团剥削移工。所以，市随喜是宣布推动。民众党正伫现今继续争议继续拖烧，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透过面册向支持者回失礼，因为无落实财务监督机制，是相信熟悉50年的党下李文忠爱深刻反省。而是郭文哲出席民众党硕博士论文讲座计划发表的时，表示查销已经完成8成，会请台北市会计师工会派员协助查核，由第三方专家机构独立稽查，厘清真相。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也不愿意淌这个浑水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拜托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就按照他们的一个制度，你知道来派人，这样可以取得一个专业第三方比较公正的一个团体来做签证。只是风波一波搁一波，民众党部分立委提名人，也是现任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理事长齐瑞希，二是发声明退出民众党，佮指出民众党立委黄珊珊捌代理财团中介法务，帮助财团剥削移工，甚至主导提案立法，严重冲击伊为移工争取权益的立场。他会认为说，如果不是这些中介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借钱给移工，那这些移工怎么能够来到台湾工作？像这样子的一个发言，其实是相当的价值偏差的。对此，黄珊珊办公室回应表示尊重齐瑞希决定，也毋过伊所讲的组长财团剥削移工甲主导提案影响其他优先法案等指控，并毋是事实。黄珊珊过去担任律师的时，确实捌接受中介公司委托做诉讼代理人。不过相关案件已经经过法院判决无罪定案。郭文哲也强调，但整理检讨过一段路，后礼拜会找时间召开记者会说明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要投票，台中市长卢秀燕、南投县长柯淑华，即个国民党籍的县市厂长，昨是去到基隆圣安宫的妈祖庙，甲谢国良相挺，反对罢免。基隆出事大汉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南投县长柯淑华等人，二是去基隆圣安宫妈祖庙，以行动挺基隆市长谢国良。卢秀燕致辞的时表示，基隆东华商场产权争议，法律上基隆市府已经连提4连胜。谢国良因为要守护基隆人的财产，可能有人因为利益无欢喜，才发动罢免。呼吁大家出来投票，投下无同意罢免这一票。基隆的财产既然无登记在基隆市政府内底，也因此伊积极的要求讲一定爱给收回来，安尼可能有的人无欢喜，去踏到有的人的地盘，所以有的人就是要给修理。大概还有3成的民众其实是不了解，也不知道要出来投这一票。如果不出来投票，那么国良也很可能就会被罢免成功。也毋过发起罢免的国民团体佫一次表示，罢免谢国良的理由为谢国良封锁民意半暝啊破东华商场门锁，到后手一下的电动机车架、人工草皮等喊过的市政，每一条拢有提出证据表达诉求。当初在接管的时候，没有跟随着法律的程序，就直接强闯嘛。那这件事情不
论最终这一栋建筑物的产权是谁，他最初的动作就是错误的。南亚县市长强调，即马罢免底限是25%，多数无同意罢免者，若无出来投票，就会互少数人将贾国良罢免掉，这是无公平。中选会顶日也宣布贾国良罢免案成立，会伫10月13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向罗西亚的库斯克地区发动攻击，双方已经战3礼拜啊，愈来愈要挖库斯克核电厂。罗西亚是指控乌克兰超工要拍核电厂，造成辐射污染。罗西亚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爱到现场了解状况。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进前伫库斯克核电厂区发现炸弹的乌克兰无人机，显示乌克兰正准备要攻击核电厂。对着这个讲法，乌克兰方面并无做出任何的反应。俄罗斯方面为此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互因一个说明。也那 IAEA 是发表声明讲，署长格罗西要伫下礼拜去库斯克来了解核电厂安全的状况。It has raised the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 of what happens if we see a nuclear power plant caught in conflict.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that has come up around the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because there's also a large nuclear power plant near Kursk, which is near where Ukraine is currently making advances. 由前苏联伫1977年完工启用的库斯克核电厂，使用石化式滚水反应炉，甲切尔诺贝核电厂相同一个世代，安全性是真有问题。当时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的政府已经挖掘这个离核电厂30公里以内，表示讲电厂就伫乌克兰军队火炮射程内底。因来即阵整体战局也是拢无进展，乌克兰伫库斯克是有一寡进展，不过伫顿巴斯方面是面临俄罗斯的军队一直攻来。英国智库分析认为讲，对于泽伦斯基政府来讲，进攻库斯克因讲风险真悬，波真大。Russia has much more military personnel than Ukraine, and while Ukraine has managed to kind of stretch Russian military forces thinner, it also has to stretch its own forces much thinner. 除了要攻打库斯克目的，外界大部分认为讲乌克兰要争取更加有利谈判条件，不过俄方已经表明，就是因为乌克兰进攻库斯克，现阶段是完全袂去考虑这个和谈的问题。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台南一个6个月大红婴仔8月开始送去予灵母照顾，8月20煞雄雄分去。送病医了后，医生发现这个红婴仔哪像脑出血，家长就怀疑是灵母咧苦毒囡仔。目前社会局甲警方是已经介入调查。消防救护人员接到报案，到这个徛家抢救对象是一个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疑似卡痰。然后我们去到现场，有发现小朋友的双手僵直两侧瞳孔偏向同一侧我们发现他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刚顾囡仔的人通报囡仔身体无爽快，不过救护人员一看就感觉囡仔无正常，敢若遭到不当对待，通报指挥中心。社会局接报了后，随派社工去了解，并且联络检警去这个顾囡仔的人引导去稽查。根据社会局调查指出，这个囡仔对8月7日送予人照顾，20雄雄昏迷，由顾囡仔的人送医急救，经过诊治，敢若是脑出血这症状，家长怀疑囡仔红液胎，调看监视器也遭到拒绝，于是报警察求助。一直到案发3天了后，刚顾囡仔这个人才提供监视器画面，予警方去处理。昨日向法院申准搜索票，保全相关影音资料鉴定分析，以厘清案情。那这案我们有提出独立告诉，后续如果经查证确实有违反《儿少权法》第49条的情事的话，就会依同法的第97条裁处行为人6万到60万的罚款。囡仔手因原伫病院接受治疗，有涉案这个顾囡仔人是台南市登记托育人员，除了照顾这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以外，也佫有顾另外2个囡仔。台南市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安排转予别人顾，也转已经建立司法调查庭书。若顾囡仔这个人违法，也依照侦查结果进行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调查一个诈骗案，今年5月抓到一个要未成年的车手。警方办过手阵，抓到一个18岁主嫌，伊专门是找少年人做诈骗的车手。另外，屏东的邦寮调查一个投资诈骗案，抓到4个嫌犯，其中1个人嘛要未成年。屏东警方出动，甲小客车前后围调的，要求车内3人落车。
甲遮入的车辆围起来，现场逮捕车内的3个人，其中1名阁是未成年。因为较早的时阵，警方伫嘉东乡的一间超商加做店员，查到当咧和被害人交钱的另外1名嫌犯，顺线掠到接应的3个人。诈骗集团能持续与被害人联系并要求被害人再处置180万。本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指导被害人与犯嫌继续联系并将车手诱出警方表示，受骗的民众是经过介绍加入去投资的网站，对方要求处置地当趁钱，7、8月陆续汇款，含交207万了后，想要结清领钱的时阵，户头煞袂当领，发现可能受骗，所以和警方做伙抓人。台南警方嘛抓到诈骗集团，其中李姓嫌犯，佮甲厝内门牌挽掉，想要闪避警方的追查。李贤竟将藏匿处门牌拔除，企图规避混淆警方追缉，浑然不知远警早已锁定并埋伏多时。台南警方是伫今年5月抓到1名未成年的车手，继续侦办了后，21号抓到今年多满18岁屈姓主嫌，伊专门吸收少年人做车手，专案依照诈欺、洗钱防治法等案移送检方侦办。记者李小文、赵冠综合报道。108的课纲有规定学校要有本土语言课，不过不少囡仔因为不是学科，就无兴趣学，老师嘛教甲头真疼。有母语团体的成员和老师分享家己教课经验，佮要安怎来设计教案，希望大家做伙研究，互囡仔有兴趣上台语课。即马本土语课1礼拜40分钟，有的课本上课才本落，下课佮收转来，有的佮甲班，所以等拢处理好，差不多5分外钟佮了伊啊。虽然国家语言发展法甲108课纲保障学校一定有本土语课程，但是时间短、节数少，社会也无重视。真侪学校的本土语老师讲，囡仔因为安尼无愿意学。华语家庭嘛，生活上无迄个机会通我有机会通我讲，所以有诶听无伊就就做伊家己诶代志。即摆囡仔讲台语情形并无足普遍，父母若讲无咧讲因可能因讲的机会较少。我的囡仔拢无要讲台语，所以我嘛是感觉真头疼。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的尤派启伫国校教4堂台语课，伊发现台语课若结合实践话题，囡仔就真有兴趣上课。尤派启也开课分享，予其他的老师设计创意教案。进前迄黄仁勋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讲伊啥啦，一直伫迄本国也是国外的记者头前一直讲台语，一年就是较侪袂了，较爱耍，所以你的课的设计就是爱较活泼，较侪叮当的吼。国中了后，因开始面对家己的人生，可能有一寡嘛有一寡。可能想要恋爱迄款的吼，所以讲你要了解伊的心理，佮介意流行这个部分。尤派启讲，以人本的理念设计课程，为囡仔会较多出发，思考啥款内容会吸引学生的兴趣，愿意听课学台语。尤派启讲，安尼老师就免教甲设笔，囡仔对台语也学了开鼻。记者郭炳科、明哲台北报道。来看新竹县江南乡的农会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互民众哪耍哪了解当地食材，家己做饭米芳甲红菇粿，佮邀请民众来做20公尺长的素食饭壳。百外人做伙做醋饭壳，现场热闹滚滚，佮有真侪家长专工带囡仔第一摆体验做醋饭壳，把趁机会教囡仔珍惜食材。做这足趣味的，回去了后嘛会使学了要安怎做，会搁较珍惜食物，后会搁较认真食饭。自己该吃的饭自己决定要多少，然后适量的饭跟自己要珍惜每一口的食物。新竹县拜六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现场除了有醋饭壳以外，佮设计真侪体验关卡，透过趣味的活动，互民众更加明白稻米的栽培过程以及营养价值。我希望大家体会农民辛苦的所在。活动里面也有针对我们各种稻米的特性，去做一些寓教于乐的说明，多吃一口饭，珍惜食物，因为现在全世界也非常重视粮食存量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办理这活动最主要的用意。活动现场有爆米芳体验以及红菇粿制作教学，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透过食农教育活动来学习农业相关知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天气要你知，今仔日是济云好天，过昼会落雷公雨。各地头的高温是32度到36度，提醒乡亲就要注意曝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 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